山三那溪绣球花有将近40万蕊，品种有10外种，即摆豆豆咧大开咯，赏花期到8月底，欢迎民众到三那溪看绣球花。有蓝色、粉红色、白色各种无同色水的绣球花伫三林溪生态园区开花，充满浪漫的氛围。因为大自然其实就有一个疗愈的力量嘛，对啊，然后来到这边就是又刚好有就是那个绣球花季，超乎我们的想象哎，就是有不同的就是品种，然后我们发现它那个花瓣啊。也都不一样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入园的人会比较少，所以感觉有点包场的感觉。因为三林溪热天的平均温度干那20度左右，真适合绣球花生长，所以这摆开花嘛吸引真侪外地游客来看花。仰慕三林溪很久，其实我们去年3月也有来看牡丹花，那因为感觉非常的好，所以今年再次来看绣球花。绣球花花期会到8月，欢迎大家来这看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